大家好，你有冇感覺世界嘅遊戲規則正在改變？過去20年，靠房地產致富嘅神話正在褪色。未來乜嘢產業將獨領風騷？乜嘢樣嘅人會成為新貴？答案就藏喺中國古老智慧玄空風水嘅九宮飛星理論中。聽起嚟好玄，別擔心，我哋將用最白話嘅方式為你解碼呢套影響住社會興衰嘅時間能量學。佢嘅核心就係三元九運。古人發現天體嘅運行會影響地球嘅氣場，佢哋將每180年定為一個大循環，再分成9個運，每個運掌管20年。呢個就使社會嘅作業系統每20年會有一次大更新。我哋啱啱告別咗屬土嘅白運，咁係房地產土木建築嘅黃金時代。而從2024年開始，我哋正式進入咗屬火嘅九紫火運。未來20年將由火嘅能量主導一切。第二部分，九紫火運深度解釋。咁火代表乜嘢呢？喺風水裏面，九運對應離卦，離為火，為太陽，為光明，為文明。所有具有火特質嘅事物都將迎來爆發。具體嚟講，一、科技與虛擬 AI、元宇宙、量子計算，呢啲虛擬之火將徹底改變生活。二、能源與環保，太陽能、電動車，呢個係實體之火嘅清潔應用。三、文化與美學，內容創作、個人品牌、美學經濟，呢個係文明之火嘅燃燒。四、心靈產業，人們喺高速發展底下，更需要內心平靜。心理學、命理諮詢將會更普及。離卦亦代表中女，即中年女性。未來20年，成熟、獨立、有智慧嘅女性將喺社會各個舞台上大放異彩，成為領導者同消費主力。同時，健康方面要特別注意眼睛同心臟，因為呢啲係離卦對應嘅身體部位。第三部分，5個實戰應用實例。實例1：職業與產業選擇，選對賽道，乘風而起。如果你係大學生或考慮轉職，與其擠進飽和嘅傳統行業，不如擁抱火運嘅趨勢，成為 AI 工程師、數據科學家、新能源技術員、內容創作者、心理師、美學設計師。你將發現機會遠比別人多。實例2：企業戰略轉型，傳統產業嘅火運升級。傳統製造業別緊張，你可以加科技、加文化。比如一個陶瓷廠引入 AI 設計圖案，並喺元宇宙開設數字展廳，為產品注入文化故事，就能從製造升級為製造與文創。實例3：個人投資與資產配置，調整你嘅財富地圖。投資要順勢而為，減少對傳統房地產土嘅過度依賴，增加對科技股、火、新能源、火同文化傳媒、火嘅配置。記住，投資就係投資時代嘅趨勢。實例4：健康養生，預防遠勝於治療。喺人人盯住屏幕嘅時代，護眼係重中之重。定時休息，補充葉黃素。同時，火運讓人心浮氣躁，要注重心血管健康，透過冥想、運動嚟降心火，
保證充足睡眠。實例5：學習與成長，打造你嘅火運技能樹。而家就開始學習硬技能，如程式設計、數據分析；軟實力如心理學、溝通技巧、美學賞識，甚至學習易經等傳統文化，都能讓你喺九運中脫穎而出。第4部分，結尾與行動呼籲。總結一下，九紫火運唔係神秘嘅預言，而係一張描繪未來20年社會發展嘅趨勢藍圖。佢話俾我哋，科技、文化、心靈同埋女性力量將係主題。風水嘅最高境界唔係迷信，而係順天應人，了解環境變化嘅規律，然後調整我哋嘅思維同行動。與其對抗趨勢，不如擁抱呢把火，讓佢成為你前行路上嘅光明與能量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內容，請按讚、分享並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下一集我哋將帶大家實地睇睇九紫星今年飛到你屋企嘅邊個方位，又該點何佈局催旺。我哋下次見。